亚哈将伊利亚一切所行的，甲伊用刀刣种先知的事，拢甲亚西伯讲。亚西伯就找人去见伊利亚，甲伊讲：明日约略之时，我若无互你的性命，亲像因中间的一人的性命一样，但遐个上帝加倍责罚我。伊利亚看见安尼，就起来走，来逃命，到犹大的别是巴，将罗卜留伫遐，家己入去旷野行一日的路站，到一丛露天树骹，就坐伫遐求死，讲：打煞啦！耶和华求你赐我的性命，因为我无比我的列祖较赢。伊就起来食伊、啉伊，我靠即摆食的力，行40日、40暝，到上帝的山，就是何烈山。伊到遐日一地洞，就踮伫内，看耶和华的话临到伊，甲伊讲：以利亚，你伫遮创啥物？伊应讲：我为着耶和华万主的上帝大热心，因为以色列人去杀你的约，毁坏你遐的坛，用刀刣你遐的先知，只有剩我一人。因要孝想我的性命，要处伊，讲：你出来徛伫山里，伫耶和华的面前，看耶和华经过有大骨头的风，看你遮的山，拍喙遮的石伫耶和华的面前，总是耶和华无伫风的内面，风了后有地动，耶和华也无伫地动的中间，地动了后有火，耶和华也无伫火中，火了后有势搁轻的声。以利亚听见，就用外衫搭面，出去徛去洞口，看有声临到伊讲：以利亚，你伫遮创啥物？伊讲：我为着耶和华万军的上帝大热心，因为以色列人去杀你的约，毁坏你遮的坛，因倒刣你遐的先知，只有剩我一人。因要孝想我的性命，要处伊。耶和华甲因讲：伊啊，你倒去。请陈牧师讲道，题目是去吧，对原路转去。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最近我伫读日本作家丛松青的小说，伊非常会晓描写社会实况，特别伫一本册叫做《十日记》，搁较会当互人看出人内心的冲突甲孤单。这本小说是用日本校园霸凌来做主题，描写一个囡仔俊介，因为无法度忍受长期互霸凌，有一日就伫厝里的起仔树上吊自杀。伫伊留落来遗书内面有提起两个人的名，一个是伊自认是伊的好朋友的真田玉，另外一个是伊谈恋的查某囡仔叫做百合。其实这两个人甲伊拢无真深的交陪，特别伫细汉的时，捌甲伊做伙佚佗的这个真田玉，因为惊惹祸上身，所以自俊介互霸凌以后，伊开始甲伊保持距离。虽然这两个人毋是加害者，但是因为因两个人的名互写伫遗书，所以伫因成长的过程就开始歹起这个死者的父母，也是社会，也是家己互家己的日记。这个真田玉捌讲过一句话，伊讲：我真做大家的祭品。这句话互读者感受到讲，这个青年的内心的孤单甲无助。另外，伊嘛有讲，咱按照家己的意志，将俊介献予遐欺负伊的人。这句话嘛，互咱看出，当伊在回顾家己伫这件代志的内面所表现出来的冷淡，是非常的自责。为什么当初伊无伸出迄个帮赞的手？丛松青伫这篇小说内面，也对这对失去后生的父母的心情描写甲非常会打动人的心。虽然后来因有找到欺负后生的这个歹囡仔，嘛得到社会侪侪人的同情，但是当因的囡仔死迄时开始，这对父母有13年的时间，无法度行出失去后生的痛苦。
兄弟姊妹，伫咱人生的过程中间，多少嘛会拄着孤单、无助、痛苦的时阵，当时的你是安怎行过的？有的人可能借着啉酒、买物件来消除迄个寂寞的心情；有的人可能用搁较激进的方法，亲像食毒品；有的人也可能将家己关伫迄个黑暗的世界内面，将家己隔离起来。但是这个方法治标无治本，敢若会互咱的人生陷入搁较黑暗的境界。所以今仔日咱要透过这段经文，这段经文是一段充满矛盾的故事。咱来看以利亚先知伫面对绝望、孤单的时，伊是安怎来行过，然后伊是搁安怎来经历着上帝的拯救甲带领。今仔日第1节到第4节有甲咱讲着讲，这个亚哈王伊将以利亚所做的代志，甲将以利亚杀死遐拜巴力的假先知450人的这个代志，讲互伊的封号听。这个派封号叫做亚西别，伊就去甲以利亚派人去甲以利亚讲：以利亚，明仔载这个时，我要处你的性命。为什么这个封号亚西别非常的讨厌以利亚呢？因为以利亚不但常常误言伊的下场，并且这时阁将伊所饲的迄拜巴力遐假的先知拢总杀死。所以先知听到安尼的话，伊是安怎回应咧？伊是倒去抗议，然后伫一丛罗亭树骹坐伫遐，甲上帝求死。打煞啦，上主啊，求你赐我的性命，因为我无比我的列祖较赢。奇怪，先知毋是几工前才伫迦密山一个人大战拜偶像巴力遐450个先知吗？证明上帝才是真正的神，伊证明遐巴力不过是插头壳的偶像吗？只是伊经过遐尼大的新约。这时的伊应该是信心满满吧，但是当伊看到亚西别的命令，伊的心情一个啊对天外露深渊，不但对上帝失去信心，嘛看家己的服侍无任何意义，甚至伊连祈祷上帝救伊的性命嘛毋肯。伊所做的就是啥？逃命。但是兄弟姊妹，安尼情形，咱袂感觉生分，因为咱知，佮安怎勇壮的基督徒，包括咱家己，有时嘛会失去信心，有时咱嘛会真软弱。可能伫咱拄着真恶担当的代志，可能是咱家己，也是咱的亲人身躯的病痛，也是咱家己伫面对人际关系的搅扰。嘛有可能是咱灵性顶面拄啊好伫冷淡的时期。哇，这物件互咱的内心充满混乱，咱无法度感受到上帝的同在。但是伫这段经文，咱看到以利亚会遐尔失志是有原因的。这个原因也真做咱的提醒，就是伊太过看重家己。伊安怎讲？我无比我的列祖较赢。意思就是伊认为伊家己无亲像摩西，无亲像这祖先遐尔成功。虽然已经行出遐尔大的新约，将拜巴力这假的先知拢总杀死，但是也无法度挽回以色列人对上帝的心。但是伊袂记得伊所做的这代志，伫背后掌管的是上帝。上帝是主人，人不过是管家。上帝要求的是咱的忠心，毋是咱有偌济的才调。亲像咱真熟奉献5块饼、2尾鱼的迄个囡仔，当伊真忠心将所有的物件奉献出来，虽然只有淡薄，但是上帝较用伊来饲饱5000个人。所以咱即时会当伫这段经文看出会造成以利亚遐尔失志的原因，
就是伊袂记得去检验家己服侍动机甲态度。伊服侍到底是为着上帝，也是为着家己咧？伊服侍到底是要荣光上帝，也是要彰显家己咧？所以伊才会伫加密山哈尼亚荣光的代志了后，突然间摔落山谷。但是咱看见上帝无责备伊利亚，反倒为着这个忠心服侍伊的罗卜备办恩典，互伊利亚伫黑暗的中间体会着上帝甲伊同在。但是上帝为着伊备办的是伊肉体的需要。伊利亚心智真消沉，伊阁行一日的路，所以忝甲伫一丛路顶树骹困去啊。上帝知影伊即时上需要的毋是大道理，上帝差派天使替伊准备饼甲水。这段经文描写非常的特别，因为天使有2摆叫醒伊，第一摆叫醒伊，伊起来，然后食，然后啉，但是随时阁倒落去困。第二摆天使叫醒伊讲，起来食，因为路真远，你行无法得。伊就起来食，然后在第二届食，互伊有体力会当行40天、40年，直到上帝山，就是好利山。为什么是食2届咧？有一寡解经学者认为，第一摆食是为着要恢复伊的体力。第二摆食是要互伊行搁较侪路，因为路真远，你行无法得。这句话是相关的话，因为第4节，以利亚伫上帝面前十字到求死讲打煞啦，伊无想要做先知啊啦，伊无想要服侍上帝啊，打煞啦，上帝教业啦。但是今仔日第2届天使甲伊讲啥？路真远，你行无法得。意思就是讲，你的目标要未到，你的使命要未达成，所以起来食吧，备办家己的体力吧。咱看见伫以利亚非常孤单失志的时，上帝第一项是供应伊肉体需要，然后上帝鼓励伊。互伊有够业气力，继续向前行。另外，解经的学者嘛认为，上帝特别供应伊，会2摆叫醒伊，是伫提醒以利亚。早前，当旱灾拄啊发生，全地拢欠缺物件时，上帝是安怎在忧饲伊？迄时上帝吩咐伊去到一个溪，叫基利斯。基立溪，然后差派乌鸦，每一天夹饼夹肉来，所以以利亚就靠这个溪水甲乌鸦的供应，活几啊个月的时间。然后上帝嘛爱伊去到一个寡妇，这个寡妇非常的送香，厝内敢若剩一点点仔油甲面粉，伊甲伊的后生食这顿了后，就准备要等死的安尼的送香。但是上帝爱伊去迄个寡妇遐，互即个寡妇来养饲，这看起来是无可能的代志嘛。但是因伫迄个厝里做伙经历面粉甲油拢用袂完的经验，所以上帝差派乌鸦寡妇来养饲以利亚3年半的旱灾的时间。所以今仔日天使2摆叫醒伊。就是要互伊知影，上帝伫进前安怎在引带你、保护你，现在嘛同款。所以起来，我靠上帝继续头前的服侍。兄弟姊妹，这2个解说拢互我得到真侪感动甲鼓励，因为毋那是以利亚个人的经验，这嘛是咱每一个人的经验。无论咱安怎熬。若无上帝供应，咱一定无法度行过人生所有的坎站。所以，当咱真软弱、孤单、绝望的时，
请你去回想上帝过去安怎在带领你、引带你。亲像咱的圣诗593首，拄着试炼灾的为你真艰苦。第20个歌词讲：有时挂如烦恼，地到心乱乱，摇疑上帝疼痛，白日计毋冤。你所得的恩赐，搁再想来记，摇疑就会无去，日日爱吟诗。主的恩赐你着算着少，主的恩赐你减算为了，主的恩赐逐项算来记，稳当满心感谢上帝大慈悲。当咱算小上帝过去伫咱身躯顶的恩典，就会发现上帝伫其中的供应甲带领，这嘛会互咱产生教义的信心。相信伫即界困境内面，上帝嘛会引带咱。所以当上帝恢复以利亚的体力，上帝爱伊行到何烈山，这个所在就是上帝颁布10条诫予摩西的西奈山。所以以利亚到遐就进入一个山洞伫遐来过暝。安尼描写嘛，互咱想起摩西的经验。当摩西上西奈山领受10条诫时，百姓较伫山骹伫遐做金牛，伫遐拜。所以当摩西落山，看见百姓非常的悲剧，非常生气，但是伊嘛非常伤心。伊惊上帝处罚即群百姓，所以伊紧紧上山，替百姓来求情。所以摩西求上帝讲：上帝啊，互我会当看见你的眼光。互我知影讲，你一定会赦免这个百姓，但是人无法度看见上帝的面，所以上帝安怎指示摩西呢？上帝甲摩西讲：看，近我遮有所在，你着徛伫石盘顶。当我的阳光经过时，我要甲你下伫石盘旁内，用我的手压你，挺互我过去，然后我要救我的手倒转。你就会看见我的骹只后，总是袂得通看见我的面。人无法度看见上帝面，看见上帝面，上帝是圣洁的，人是犯罪，所以人一定会死。所以摩西非常想要看见上帝，所以上帝保护伊，互伊敢若看见上帝的骹只后。伫出埃及33章这段的石盘旁。磐石缝，甲以利亚进入的这个洞，虽然毋是同一个名词，但是因为伫西奈的山区，洞本来就是石盘离开所形成的，加上这两个事件拢是发生伫西奈山，所以非常有可能是同一个洞，但是。更较重要的是伊神学的意义，因为摩西甲以利亚是旧约中间非常重要的人物。摩西代表律法，以利亚是先知的代表。另外，伫新约，耶稣要上十字架进前，带学生上山祈祷。迄时也是摩西甲以利亚出现伫耶稣的面前，甲耶稣在讲话。所以，虽然今仔日的圣经节无甲咱讲以利亚所入去的，就是摩西当年所徛迄个石盘，但是因伫神学的意义非常的重要。然后，上帝的话就伫遐临到以利亚。上帝问伊讲：以利亚，你伫遮创什么？上帝毋是黑白问的呢。上帝当然知影为什么伊会伫遮。上帝会问安尼问题，就是甲亚当夏娃伫食上帝禁止因食的果子了后，因食了，发现家己无穿衫，紧眯起来，然后上帝出来找因讲：你伫倒位？甲即个问题是同款的。上帝当然知影亚当夏娃是眯伫树仔后，但是上帝会问因安尼问题，上帝问以利亚安尼问题，就是伫提醒人。要思考你家己现在的状况甲处境，你
你现在是什么状况啊？你现在是什么处境啊？所以上帝问以利亚安尼问题，一定是插着以利亚的心，因为上帝望伊会当去思考，你是我所使用的先知，为什么你会伫遮？你伫遮求死，是你的积分吗？你受到正做先知，毋是应该伫以色列中间教导，并且鼓励遐回转归向上帝的百姓吗？但是，当人互指出错误，第一个反应是啥？自我辩解。以利亚先知嘛是同款，伊回答讲：我为着上主万军的上帝大热心，因为以色列人弃杀你的约，毁坏你的坛，引导杀你的先知，敢若剩我一人，因要孝顺我的性命，要处伊。伊的回答，互人看出不但伊的绝望，并且佫互人佫一摆看见伊过头注意伊家己。伊认为只有伊家己才是唯一尽忠的人，所以这互伊非常的不平。虽然上帝供应伊，也互伊行40天，伫这段时间内面，伊无去思考，伊要互家己内心的委屈伫内面搅扰，互家己继续陷落伫迄个自怨的内面。迄若是咱足生气的，对无？我帮助你，望你会当徛起来，但是你佫安尼。但是上帝无亲像咱人，上帝真正是慈悲佫怜悯，伊知影咱的软弱，所以伊进一步指示以利亚，以利亚对动力出去，然后显现互伊看。但是以利亚同款，伊无法度看见上帝的面。以利亚经验到的是啥？大佫透的风。地动甲火，伫火了后有水佫轻的声。为什么上帝无伫迄个大风、地动甲火内面出现呢？因为上帝袂受到这有形的物质来约束，所以上帝特别用安尼事件来教示以利亚。我毋是用这种真伟大的现象来显明我的伟大那尔呢？上帝毋是伫迄个台死巴勒450个假先知的迄个现场，遐尔伟大的现场，遐尔神奇的现场出现那尔呢？上帝嘛用水佮轻的声来显明伊家己。上帝好亲像伫甲以利亚讲：以利亚，除了伫加密山遐尼大的新夜，我嘛用轻声来工作。但是你敢有听见？兄弟姊妹，当咱在敲找上帝的同在，咱敢也去注意上帝细佮轻的声咧？也是咱敢若祈求迄种上帝啊，你彰显你大奇妙的神迹，互我看。上帝迄个细佮轻的声，可能出现伫咱每一天的生活内面，伫咱每一天读经。伫咱每一个礼拜敬拜，也是伫咱日常生活内面甲人的接接，但是咱敢注意去听咧？这对咱来讲是一种信心的挑战。因当咱经历困难，当咱渴慕上帝帮助咱的时，咱期待的是上帝用大佮明显的方式来感谢。但是咱要知影，有时上帝是用安静的方式在引带。但是要安怎感受到上帝安静的引带呢？有人捌分享，就是咱爱去注意伫咱内心的禁止。有时圣神伫咱的内面出声来提醒咱，但是咱无用，咱无听到，佮认为上帝无在听我的祈祷，然后家己乱撞就出差错。但是咱会当来学习。亲像咱伫感受风在吹，当咱无注意，当咱真无用的时，咱是袂感受到风在轻轻那吹伫咱的面。但是只要咱安静心，放落手头的工课，手放咧，感受这个风，
咱就会当感受到风即时轻轻啊吹伫外面，咱就会当感受到风的存在。所以，请兄弟姊妹伫咱日常生活内面，找出一段安静的时间来敲找上帝，来细腻听圣神的声，互咱的生活会当行伫上帝旨意内面。所以，以利亚这段经验非常的特别。有神学家认为，上帝和以利亚转去这个上帝甲伊立作立约的所在，互伊有甲摩西同款，甲上帝相拄的经验，就是要借着安尼经验，搁一届强化以利亚的使命甲伊的身份。但是咱看见，伫上帝发出大风、地动、火甲轻的声了后，敢有影响以利亚？看起来敢若无呢？虽然以利亚真好奇，有行出迄个洞，但是伊无任何的表示，所以这个声第二届问伊讲：“以利亚，你伫遮创什么？”但是伊的回答竟然搁一届甲前一届是完全共款，伊用共款的回答来回答上帝。但是上帝无责备先知的软弱，上帝对伊讲：“去啊，你倒去！去啊，你倒去！”面对失志忧闷的以利亚，上帝无教示伊，上帝予伊一个任务。目真奇妙，即摆以利亚无阁有任何借口甲辩驳，伊顺服上帝。虽然伊知影讲伊即届转去，嘛是爱面对亚西别的对台，但是甲上帝两摆对话中间，伊知影伊毋是孤单转去承担这个责任。伊知影伊所倚靠的上帝，就是迄个兴起大风、地动甲火的上帝。去啊，你倒去！这句话毋那是地理上命令伊去到倒位的一个吩咐，这个呼调是更较灵性的呼调。以利亚拄啊经历伊人生中间上大的失败，甚至互伊惊到，互伊失志到伊想要死。但是伊伫旷野听见上帝的声，甲上帝相拄。伊原本期待是大个明显的新野，但是无想到上帝伫微细的声音中间，互伊听见。兄弟姊妹，对今仔日的经文，互咱看见，当上帝使用一个人，虽然伊嘛陷入绝望，嘛想要逃闪，但是上帝毋是爱人离开，然后互你一条专心的道路，伊是爱人活转身，转去迄个失败，但是应该是咱爱承担的位置。这嘛，互我想起一句话，就是伫倒位跋倒，就爱伫倒位爬起来。但是安尼的呼调非常违反常理，因为人真爱民主，伫倒位失败，咱紧离开，哪有可能搁转去迄个所在，搁甲徛起来咧？但是倒去是讲咱即摆转去，无过是孤单一个人转去，咱无需要靠家己承担这个责任，因为上帝甲咱同在，伊嘛赏赐咱教育的智慧甲气力。所以咱伫服侍上帝，咱毋免惊失败，因为上帝讲甲世界事业无共款。咱伫世界若失败，咱爱去承担迄个失败压力甲后果。但是做上帝讲毋是安尼，因为上帝讲是无得失败的。虽然人的目睭看起来无任何成果，但是伫看袂见的所在，上帝讲慢慢啊伫遐补个成长。就亲像伫70年前，有一个宣教师叫做吉姆艾略特，伊甲其他4个宣教师互上帝呼召，去到当时毋捌听过福音，就是住伫厄瓜多丛林的这食人族，因想要去向因传福音，所以因开始伫遐学当地语言，并且用飞行机空投礼物去到迄个丛林。望讲会当透过因的行动，当地人表达因的友情。
但是就伫因第一届面对面的时，这5个宣教师拢互当地的人杀死。宣教师拢互当地的人杀死，这看起来就是一个失败的宣教行动。但是吉姆的太太伊丽莎白·艾略特，甲另外一个殉道者，就是伊嘛是宣教师的太太，因2个人选择的是无共款的路。因转去，因带因的囡仔带入去迄个所在，继续因的翁婿无完成的服侍。几年了后，这台死宣教师的人一个一个信主，甚至其中有的人接受训练，继续用因的族人传福音，或者是建立教会，牧养因家己的乡亲。所以，咱会当伫 YouTube 找一个纪录片，咱即个。我找无伊即个国语的版本，但是伊的即个英文的即个版本伫遮，所以咱会当转去看。这是后来人所翕的纪录片，所以嘛有采访这宣教师的太太。伫采访因的过程中间，互咱看见这宣教师的太太，无因为因的丈夫互杀死失败就离开，反倒因倒去。互宣教的种子继续开花结果。所以，亲爱兄弟姊妹，今仔日这段经文教示咱，虽然伫上黑暗的时刻，上帝犹原用细搁轻的声在呼叫咱，并且伊要带咱行出这个死荫的山谷。所以，咱就伫混乱的中间，较无领受上帝属灵的供应，就是咱每一天爱读圣经。并且透过圣经、透过祈祷，咱来祈求上帝的声音。咱知影讲，这个上帝是甲咱同在的上帝。相信咱也会当甲以利亚同款，咱会当搁一届，互上帝伫咱的生命内面行出奇妙的作为。咱做伙来祈祷。主，阮感谢你，因为你知阮是软弱的人。所以你用以利亚的故事，搁一届来提醒阮。以利亚是一个伟大的先知，伊受到上帝真重要的使用呼召，但是伊竟然也会软弱。阮无比以利亚较好，你互阮看见安尼的事实，知影阮也会软弱。总是你也互阮看见以利亚当伊面对上帝供应。面对上帝予伊的呼召了后，伊搁一届坚强起来。主，互阮也知，阮嘛会当安尼。所以恳求主帮咱，互阮中间即时伫经历失败、失志，也是孤单艰苦的兄弟姊妹，互阮会当透过这段经文，搁一届互提醒。主，你甲阮同在，阮无孤单。就恳求主，你赏赐互阮勇气，互阮面对这个孤单、这个黑暗，互阮知阮毋是家己伫面对，是上帝你伫中间陪伴阮行。赏赐互阮勇气，会当来坚心倚靠你。阮安尼祈祷，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性命。阿门。